昨日半暝11点外，伫新北市的新店，警方抓到一个驶客停车的驾驶啉酒赛车哦。警察嘛发现讲，伊进前嘛捌啉酒赛车互吊扣驾照，客停车营业登记证嘛已经过期咯。伊阁对警察大细声。另外，伫台北市的大安区哦，嘛有桥倒摆民众不满讲违规，互警察开单，甲2个警察拍着伤，嘛防以妨害公务罪抓起来咯。我讲电话啊，我无开车啊。讲电话讲到一半，警方雄雄出现。这个驶客停车的人一直咧找理由，都叫警察甲伊做酒测。来，好，我们看酒测值哦。不用看了，已经超过了。这个驶车的人心内知知咧，拿做酒测百遍是超标，不过伊要是甲车驶去路面。这个案件伫新北的深坑，早早半暝11点外，这个涉案的查甫人甲人自餐有食酒，了后驶车要转去，去互抓到食酒驶车。失信驾驶酒测值高达0.57，全案依公共危险罪移请台北地检署侦办。根据警方调查，这个嫌犯毋但食酒驶车，甚至是无照驾驶，之前就因为食酒驶车去互吊扣驾照，这届搁一届违法，毋但啉甲醉茫茫，互带转去警察局的时阵，还搁甲警方大细声。你干嘛？我还没看完，你要干嘛？警方出勤拄到种刑事800款，毋但是匹配叫尔，甚至有人会起脚动手拍警察。顶日在台北大安区，警方查交通违规，一个起诉是起一个甲红单手去，甚至出手攻击。交通举发尚未完成时，将名片强行取走罚单，后续更出手攻击警方，造成2名员警手部擦挫伤。除了破坏警方的装备，甚至致使警察受伤，当场以现行犯逮捕，专案向妨害公务罪嫌来侦办。公视新闻上北报道。